被糟粕，耶稣以好破病人，伫加百农的会堂，耶稣对抗亚基加百农，伊伫加百农的会堂讲道理，伫会堂内有一个犯着鬼的人，这个犯着鬼的人就讲：耶稣，你为什么来遮？我知你是什么人，你就是上帝的囝。耶稣答鬼讲：鬼，你就离开这个人，鬼就离开伊，这个人就得到医好。这人真奇怪，因讲这是什么关联？耶稣面对鬼，因就听伊的话。耶稣伫加百农的会堂讲道理，因有真侪关联。圣灵充满伊，耶稣有关联伊好破病人，伊讲道理互人听，伊的道理真有关联。加百农的人带真侪破病的人来，因带破病的人到耶稣遐，耶稣医好破病人。这人真奇怪，因讲耶稣的代志，因讲耶稣通医好破病人，伊通医好犯着鬼的人。你看，圣灵充满伊，有太高病的人来会堂，伊爱耶稣医好伊。耶稣听太高病的人，耶稣问有太高病的人讲：我通为你做什么代志？太高病的人讲：就你医好我，我是有太高病。耶稣医好太高病的人，伊医好真侪太高病的人。耶稣伫会堂讲道理，伊互圣灵充满。耶稣离开会堂的时，太高病的人跟对伊，因听耶稣，这人也听伊。伫加百农的一间厝内，耶稣伫加百农的厝内讲道理，有真侪人伫厝内，有4个人带一个变碎的人到耶稣遐，耶稣答伊讲：细仔，你的罪得到赦免啦。有个人伫心内想：耶稣为什么讲你的罪得到赦免啦？人袂通赦免罪，只有上帝会通赦免罪。耶稣在因的心所想，伊就问因讲：恁为什么想问题？我有权能赦免罪，这个人的罪得到赦免啦。上帝赦免伊的罪。耶稣答变碎的人讲：我要医好你，你起来摕你的袍仔转去。变碎的人就起来摕袍仔转去。这人看见伊起来，因看见伊摕袍仔，因看见伊转去。这人受耶稣所做的代志，因受这个代志真奇怪。因讲，这个变碎的人起来，伊摕袍仔转去。耶稣伫加百农做奇怪的代志，因讲这个代志互真侪人听。这人讲，耶稣讲，这个人的罪得到赦免啦。我有权能赦罪。因讲，耶稣答伊医好。耶稣叫伊摕袍仔转去。因讲，耶稣有权能医好犯着鬼的人。因讲，耶稣有权能医好真侪病。因讲，伊有权能医好变碎的人。因讲，伊有权能医好太多。因讲，耶稣互圣灵充满。耶稣是上帝的囝。因带加百农的破病人到耶稣遐，耶稣医好因的病。这人真奇怪，因讲耶稣通医好破病的人，伊通医好犯着鬼的人，伊互圣灵充满。因爱讲耶稣的代志，这人爱讲耶稣的代志。看马可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。